传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国情阁来招你听4句联来听一个满地姑娘的心声。头一拍，咱来讲，想着满地真唔愿，爬甲山岭遐尼悬，想要共挽无贯穿，想唔共挽心带烦。哇，原来入去山岭底，风请满地。就安尼，空气遮尔悬，想要共挽无贯穿，贯穿就是讲吼，你已经真实惯性有一手功夫，台湾人讲叫做贯穿。我若贯穿，就是用风天画戟、布袋戏咧做4人柜，贯穿的假死举出来，惯用贯穿。啊，要共挽就无贯穿，我就无即把功夫呢。唔共挽，又搁心头带烦，原因从何而来？过来4句联，第2拍咱甲听。讲想着满地真艰苦，脚只向天面向土，想要趁钱学衫裤，身躯来水面来乌。哦，满地有影啦，顶尖下壁日头伫咧晒，脚只向天面向土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日头晒着吼，虽然讲咱若唔共挽心太烦，都为着趁钱，都无法度哩。趁钱目的就是要学水衫、学水裤来穿。像知啦，像知讲真正有，你有才调学衫裤啦，身躯来水，共款头拄啊国情已经伫咧讲啊，顶尖下壁满地一几冬啊地、春啊地满落来，面啊，互日头晒甲乌扫扫咯。过来4句联，共款满地姑娘的心声。第3拍咱来听，来讲手寒地脚下半腰，要来山顶满地休，身躯拍淡互人笑。若无艰苦钱袂着，地脚就是咧地迄脚人啊，就爱低头过来，看挽偌济交易，今日才有才调线工收煞。下伫咧半腰要去山顶共挽地休，忽家呢规身躯淡，风笑，讲安尼抛头露面。啊，毋过啊，总讲啦。手面趁食的人，无论满地还是做苦工小生理，倒一道拢嘛共款。即句4句联收煞尾啊，即句咧表示艰苦人的心声。身躯拍淡，互人笑。若无艰苦钱袂着，古早的4句联唱出满地姑娘的造物，真正感动人，真正艺术。